各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氣來了》，我是鍾玉權阿權妹。又知道今日個阿權妹特別嘅溫柔無唔錯，因為我今日就會來做一個實習的媽媽。今日我嘅實習的來嘅換到威廉，同大家來上節目，也係一個當地人下嘅歐亞嘅。今日來到節目當中，皮的阿權妹共下來主持。做乜嘅會按樣喏？因為今日節目當中，我來同大家講一個愛情上分的兩位，就是媽媽老生人的韓國中生人的世界會發生乜嘅事情。今日節目當中會好好同大家來討論。為到一本阿權妹愛韓卡有呀真實感，故說今日帶等威廉共下來上節目。韓國節目當中，咪共樣邀請到上禮拜咪有來到節目當中，誒，聯心國際醫院的護理部的督頭宋嘉文來到節目當中分享。大家好，我是聯心國際醫院護理部的督導宋嘉文。今日同歡喜來到福氣來了，來到大家分享媽媽的自然產還有剖腹產的態度有乜該做得做的事情。真嘅，因為我知道呀，真嘅對我來講，對什麼人來講，也係人生千態嘅一件事情；對我愛來講，也係嘅人生第一件事情。對亞兩三年來講，我知道出動重遊，故說我還蠻有安樣嘅經歷，故說我咩當上嘅了解，今日節目當中就會好好來問一下人嘅嘉文哦。其實上一期節目當中，嘉文有同大家分享到你啲手術房啲度嘅經歷，啊，唔過今日節目當中要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媽媽老生人嘅話題。其實嘉文咩都也在兩位啲度，咩做嘅10公年研究嘅時間。16千年，差唔多。研究的時間，他後張轉到也手術房的工作。故說來講一下也產房，就係中生人的也就產房，同上一期講嘅也手術房，也兩種有乜嘅唔同樣。其實產房地位度除了大家第一講，因為生產有分自然產、剖腹產，所以啲產房地位度呢，一般來講，你有待產室，那每一個媽媽她在進入產房，她會先進入到待產室去做待產的準備。那當她產程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後呢，我們會到產房裡面去。那產房裡面呢，就會有自然產台，會協助媽媽做自然產的設備的使用。那跟手術房不一樣的地方是在於，手術房可能會在剖腹產的媽媽，才會進到手術室裡面去做剖腹產。那剖腹產的媽媽的一些流程跟照護，就會跟手術室會有一些相搭配的地方。我有些上場的素材，啊，不過我知道，因為產房佢愛照顧的就係兩個生命，對不對？媽媽老生人呢，所以整個我們的團隊哈，就除了照顧媽媽的婦產科團隊，我們還有照顧 baby 的小兒科團隊。哇，也挺錯嘅，因為所有嘅媽媽，唔管係唔係頭一擺，因為我沒有問我同事，就算佢經過誒，佢上到佢這樣時。落到產房底度的各種情景、各種畫面，佢還係會吃到東京咗。所以媽媽這待產的時間你搭載護理師老先生，你全部空讓會陪到媽媽的旁邊護理師一定會陪到媽媽的旁邊。你做乜該東西一定會老媽媽講媽媽係規則待產底部度最重要的人。所有的待產過程，她的不舒服，她會面臨到的問題，其實護理師都會很溫暖的陪在你旁邊，一步一步的引頭指導她，引導她去教導她，她要該怎麼去面對。如果是自然產的話，她可能會面臨到的生產的可能會面臨到的疼痛，那甚至如果說她在疼痛的時候，我們要怎樣用一些緩解的方式舒緩她的不舒服。我現在用上來就吃了東京粥。那像是如果一般來講，送到產房底度，可能有一些的緊張，我們是不是有一些呼吸的方法，做得來高壓的媽媽？一般媽媽她在待產到一定的程度之後，那我們可能會準備到產房裡面去做生產哈。那一般到子宮頸開始開有8到10公分左右哈，我們對8到10公分，那寶寶要準備做娩出了哈。在寶寶娩出之前呢，我們就可以讓媽媽有一個比較
配合子宮收縮疼痛的一個呼吸的一個方式，可以去調節一下媽媽的一些肌肉放鬆，也讓她稍微轉移一些注意力，減緩她疼痛不舒服的狀況啊，又可以搭配那個子宮的收縮哈。那我們會教導媽媽哈，在產台上面，如果說她今天子宮收縮開始慢慢開始的時候呢，我們會先請媽媽慢慢的先做一次深呼吸，好，慢慢的完成一次深呼吸之後呢，開始當這個時候可能子宮收縮，慢慢的疼痛感開始會上來哈，會請她來吸吸吸吐，吸吸吸吐。對，這個吸的時候都是會痛的時候。對，她可能這個時候正在處在一個子宮有收縮的狀況，那透過這個吸吸吸吐的一個動作的話，可以緩解她的稍微不舒服的感受。那等到這一波的子宮收縮結束之後呢，再讓她一次的深呼吸，然後完成這一次的疼痛。媽媽可以稍做一下下的休息。那下一次的子宮收縮來的時候呢，我們再進行一次的呼吸的一個調節。哇，當然呀，今日節目當中啊，按用嘅算是小小的介紹一下，真緊高會不會吃到給到疼痛跟這個呼吸完全不是這麼平靜的場景啊，那完全是另外一個風格。不過今日節目當中就會同大家來分享一下第一色，韓國比如講像一條媽媽有的。有可能會經生產的時間，比如講像是剖腹產。那剖腹產我們都知道，現在就是會有半身麻醉，但我就懂想愛迪呀，像我會講通啊。那這麼剛才說我們的全身麻醉，為什麼我只能半身麻醉呢？因為其實，在麻醉的專業上面，我們一樣由麻醉醫師去做把關哈。那在剖腹產的麻醉上面呢，我們採的是半身麻醉哈。那媽媽其實，在手術的過程中，她是清醒的哈。那就說阿 K 妹問呢，跟全身麻醉到底差到哪一步？我上一集在講開巧克力囊腫說，就真的用全身麻醉，這麼剛才講生意，青豆媽媽講，講生意的時間，我冇想要低啦吼，我在輕強吼。其實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半身麻醉的方式的話，它的麻醉藥物不會進入到寶寶的身體內。好，那全身麻醉的話呢，我們往往如果是剖腹產必須全身麻醉的話，往往都是可能第一，這個媽媽沒有辦法半身麻醉，她的脊椎可能有一些損傷，她沒有辦法去使用那個半身麻醉。那再來就是遇到一些比較緊急的狀況，寶寶必須要立刻取出，有一些窘迫的狀況，因為全身麻醉的話，就像上一集談到的，就是麻醉醫師給予藥物之後，病人可能還沒有數到3，他可能就進入麻醉的狀況，我們就可以開始立即進行剖腹產手術，把 baby 取出。所以全身麻醉跟半身麻醉的差別在於，因為全身麻醉的藥物比較容易進入寶寶的體內，所以會影響到微微的影響到小朋友，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考量。所以盡量如果是剖腹產的話，就會是半身麻醉為主。對，韓國其實講生人的啊，唔單淨係媽媽嘅事情，其實係規婦家人嘅事情。故說今日嘅福喜卡拉 OK， 福喜卡拉 OK 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其實講生人的爸爸要做得來好好來聽書，做得做120分嘅爸爸。今日節目當中就同大家來分享，包含講從用以前爸爸就做得來準備的。其實青島日人哈，媽媽這個產檢的時間哈，爸爸做得陪機去哈，該新上位老媽媽老爸爸講，你媽媽會生產的時間會準備哪些東西啊？你生產的時候可能會遇到的狀況有哪些？那爸爸跟媽媽回到家可以先做個討論跟準備。好，那到了待產的時候呢，有任何的問題，爸爸也會有印象說，醫生曾經跟我討論過，我現在這個時候可以幫媽媽做些什麼？一些處理或者是照顧。那再來最重要的就是在生產的過程中、待產的過程中，除了媽媽的東西、寶寶的東西要準備之外，媽媽在待產的過程中也會有一些備品需要做準備。其實這些最好的準備對象應該是爸爸，對，因為爸爸能夠越清楚我準備了哪些東西，
媽媽在待產的過程中，她就隨時能夠提供這些需要品給媽媽。完蛋了！我現在想一下，我老公以前不會做這件事情，完蛋了，我就要幫他補習。故說這件事情當中，有咩喺今日節目當中會同大家來分享嘅。講生人呢，唔係一三年的事情，係幾乎卡年的事情。爸爸咪做得做動多事情哦，還有多多內容會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好，非常大家有種能福起來咧，我係總員阿權妹，也哈哈強鬆到的哦，唔是男丁寶寶的，所以真嘅有一些些衰，因為我講下男丁嘅威廉也就寶寶，佢其實係專業拿來訓練嘅寶寶。沒錯，平常我哋喺講老媽媽會教佢，吼，有啲媽媽還蠻強之前吼，佢會學到。海白公呢，因為我們照顧寶寶啊，爸爸沒空容哈，所以認為老威廉哈是示範寶寶哈。我們會用威廉跟媽媽講啊，未來你接觸寶寶的大概的模型會是這樣，那哪些東西要注意些什麼，會用威廉當成示範。重量裡面還差不多，對，還差不多，就是模擬真實的寶寶，只是給壓起來沒有這麼軟而已。對，故說呀，剛剛有講到一條訓練，爸爸前後都會強下來送哦，包含一條課程一條，爸爸在產前。前後就會做好準備。啊，唔過爸爸在真的生產的過程跟產後的照顧，其實咪做得來好好來聽書，錯冇？沒錯，因為啲媽媽待產的期間，哈，由於在宿舍人喺旁邊，哈，爸爸係最重要的角色。對，上下我哋會喺旁邊問講，媽媽，你現在要我幫忙些什麼啊？哈，其實媽媽會唔好意思老護理師講，哈，唔過。迄講弟弟夾老公喺旁邊吼，過來給我捏一下，親愛四拽吼，上下媽媽都親愛四拽吼，唔講倆係好誒，吼倆係好誒，迄講爸爸啲媽媽待產的期間吼，陪媽媽四拽吼，倆係真係親好的示範吼，要代表講倆個爸爸對媽媽待產的整個過程，他非常的了解，他要準備些什麼東西，所以其實媽媽在待產的過程中，爸爸可以幫忙去。了解一些，媽媽這時候她可能需要，看護墊是不是要做更換吶？那她現在痛了，我是不是可以幫她做一些呼吸的一些訓練？哈，所以她這些產前都可以去學習，或者是按摩，對，可以減少她的一些疼痛，或者是說媽媽待產時間稍微久了，腰好酸哈，然後腳會覺得酸哈。甚至有一些水腫的狀況，爸爸都可以稍微幫忙做一下按摩哈，然後也可以醫生哈、護理師來做檢查的時候，其實他都可以作為一個扶持的一個角色哈，甚至有的時候呢，他可以跟着護理師一起觀察一下媽媽整個疼痛的頻率哈，那護理師在照顧媽媽的時候呢，其實會更快。透過爸爸提供的一些訊息，我們更快了解媽媽的整個產程的進展。所以還是可以做記錄的。當然，說多久痛一次，痛的頻率都是可以記錄。當然，對，這些對媽媽來講其實是很好的一個資訊。對護理師來講，對我們整個醫師在了解媽媽的狀況來講，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過程的一個記錄資料的一個提供。對。那再來，其實最重要的，寶寶生產之後。全部的人的焦點都在寶寶的身上，對，對，都這樣，全部的人來，所有的親戚朋友在看到的時候，其實一個家庭迎接新生命，全家人都很開心。但是這時候爸爸的角色最重要了，因為媽媽才是整個角色裡面更重要大家去照顧的一個對象，所以千萬不要忽略了。寶寶在生完產之後，我們的目光焦點都在寶寶身上，那爸爸的角色很重要，還是要好好把媽媽照顧好，他可以提供的一些照顧。媽媽要飲食的東西，生產後會不會冷啊？生產過程中可能有一些流汗啊，是不是要更衣啊？甚至在媽媽產後的恢復的這2-3天的期間，媽媽的一些生產會不會有一些疼痛啊？後面的一些活動啊、運動啊，這些都是爸爸可以去協助。對，而且他也會知道，供以前呀，媽媽會好好照顧好。其實供太過後，媽媽還會有危險到生活還是有，比如說出血的可能啊。對，這個還是要很注意。對，所以各位爸爸，我記得了，今日福氣卡啦 ，OK，我本大家成為120分嘅爸爸。
100分，唔啦，愛做120分嘅爸爸來同大家來分享。哦，真多呀，今日嘅話題地度啊，雖然呢講下來，我愛講下來過後，因為我愛就係研究嘛。嗰時候我就會想講，我印象當中，我看到嘅天師啊，天師劇嘅畫面啊，看到嘅雖然呢講下來嘛，講下來過後就是按徛人家叫啊大師傅，大師傅，大師傅啊呀哈，喊起按用手嘛。其實日前呢處理方式啊，還有影片，還有一些連續劇上面的一些畫面，可能比較稍微的不是這麼的，就是有一些稍微比較誇張一些誇飾的一些說法。這是全體記憶錯誤真的太假，都按用嘅記憶講，聲音嚟講下來，昨天講大師傅。其實這種處理方式的話，也是因為可能小朋友在出生之後，他的活動力或者是他的哭聲不是這麼的好。那其實以目前現在來講，我們在觀察小朋友的時候，寶寶在產房出生之後呢，如果說他的活動力、哭聲不是這麼好的時候，我們往往其實只要把小朋友放在一個溫暖的一個台面，我們都會把它放在溫暖的台面，稍微把他身上的一些媽媽的一些血液啊、體液，稍微用包巾把它擦乾之後呢，我們只要用手掌稍微去搓揉他的背後，去刺激他的背後，然後雙側都可以去做一個刺激的動作。其實小朋友在受到這些刺激，其實他的第一次哭聲一般都是可以去做一個蠻好的表現，就會叫出來。嘿，啊，家己叫咩當重要？嘿，錯，聽日上叫，其實大家尤其是整個團隊聽到寶寶的哭聲，就代表他的活動力可能相對的慢慢的在做恢復。然後也是從家頭嘅叫啊，也係講家頭嘅整個狀況去判斷這個新生兒的身體狀況，對不對？一般小朋友出生之後的哭聲、活動力，還有他的整個呼吸的頻率，都是我們評估這個小朋友對於這整個環境適應的狀況是不是良好的一個指標。所以全部就等從有，感覺每一個環節好像都不能落掉，因為呀就會兩個什麼樣的事情。對，所以我真的覺得叫聲音的那一天，真的對什麼人來講輕鬆太嘅事。啊，不說我還記得我進口上的時節，講是當想要叫聲音的，就是有一個憧憬，想要做媽媽嘅一個憧憬，然後就會先想好，我以後要剖腹產，還是說我要自然產，都要先想好哦。所以我感覺我來問一下督導，你知道生了剖腹產跟自然產都帶哪一種好？因為這個到現在還是會有人在討論。其實唔係講阿權要按講其實青島的準媽媽甚至想要當媽媽的一些女性朋友都會有這樣子的想法，到底自然產好還是剖腹產？我到底要選擇自然產還是剖腹產？其實這兩種生產方式都是好的，只是呢，在這一個懷孕的過程中呢，我們可以跟醫師討論哪一個方式才是適合我的。那如果今天我本身有一些疾病的因素，我有一些可能不適合自然產的狀況，或者是我的 baby 有一些狀況可能不適合自然產，那剖腹產或許是一個更好的另外一個選擇。那如果今天我的一些狀況都是穩定的，而且我的一些產前的檢查也都是正常的，也都沒有什麼特別需要做進一步的追蹤，也都是呈現一個穩定的狀況，剖腹產的選擇其實對寶寶跟媽媽來講也是一個更好的選擇。對，所以像這樣子的生產的過程，因為它有一些無痛的做法，無痛分娩的做法，但是我不確定是不是真的無痛還是減痛。一般其實無痛分娩的一個介入的話，其實它可以讓媽媽在整個待產的過程中，自然產待產的過程中，的舒適度是可以相對的做提升。這個是自然產，對不對？對，自然產無痛分娩。對，無痛分娩，對。但是它其實不是到真的去完全的無痛，因為你要去做這個無痛的時候，它還是有一些要求，例如說，麻醉醫師他會去評估，你的產程是不是有持續的在進展？那媽媽過去是不是有一些相關的一些疾病史？那適不適合做無痛分娩？對，這也是。對，這個都是麻醉醫師要去評估的。那他的整個評估完成之後呢，雖然使用了無痛分娩，但是在最後的一刻，媽媽在進入產房之後，其實無痛分娩的藥物我們還是要稍微停住，因為還是要進入最後的一個產程。
才能夠讓寶寶順利的娩出。只是讓媽媽在整個待產的過程中呢，她的舒適度可以提升，減少因為這樣子的不舒服，然後讓媽媽的體力上面好像不堪負荷。然後我知道妹不是因為講說，好像這個是一個多餘的醫療，因為大傻人跟疼痛都是不一樣的，程度都是不一樣的。對，其實我們應該對每一個人的疼痛感受都要做一個尊重，因為疼痛是一個自主的自我感受為主的一個觀念。那其實就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哈，就是可能她終其一生好像都沒有感覺到生理痛，對。可是有一些女性朋友哦，她只要一生理期的時候哦，她都要抱着熱水袋哦。其實這跟每一個人的體質，然後還有她對疼痛的忍受程度會有不一樣。那當然還有一些疾病的因素啦哈。所以其實疼痛是每一個人的主觀感受，所以當媽媽在進入待產的過程中，如果她真的在疼痛上面，她需要做進一步的協助的時候，麻醉醫師、她的婦產科醫師跟我們的護理師，我們都會做這樣子的配合。只要有專業的醫療團隊來聽數，其實就會有做得尋到好的方法來聽數，讓媽媽來好好嘅養生嘅。還有當中內容我同大家來分享，我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好，分享大家有陣都福起來咧，我係做一件阿球妹，這個威廉做sản婦誒，這個拉去包起來，向下皮的阿球妹向下來主持哦。剛剛講到這個自然產的時候，我們可以如果有需要的話，在醫療團隊的幫助下，做得適度的用這個無痛分娩的方式。那我們知道剖腹產，剛剛也有提到，剖腹產也有這個大部分目前就是用半身麻醉的方式來進行。可是呢，我有同說講過，既然講台的媽媽，其中同我分享講，其實這個講的時間其實都當等人講，因為佢講那個已經麻醉了，但是他還有感覺，佢還會感覺到有人都給佢肚子裡這個走馬街，這個是正常的嗎？其實剖腹產的媽媽半身麻醉老全身麻醉差別就在於，全身麻醉的媽媽，全身麻醉的病人，他可能呈現的就是好像是睡着了，但其實他對整個過程是沒有印象的。但是剖腹產的媽媽，因為她採的是半身麻醉，所以其實呢，她的一些痛覺，它其實是消失的。但是呢，她會感覺好像有人在觸碰她，觸碰她的感覺它是有的。但其實不是觸碰嗎？其實可能是感覺好像就是皮膚上面有東西在摩擦，好像對，好像有東西去觸碰你，但是他又沒有辦法很明確的分辨那到底是什麼感覺，但是呢又不會疼痛。對，所以我們在剖腹產的過程中呢，就是我們可能會有一些器械去協助撐開呀，媽媽可能只是會覺得有東西去碰到它，但是呢，疼痛的感覺是沒有的。其實已經打開了，他的那個子宮可能已經開始打開了，我們準備要把小朋友娩出了，所以他這個過程當中呢，其實他整個都是清醒的，他都可以跟醫療團隊去反映他的一些不舒服的狀況。對，那媽媽在剖腹產的時候呢，我們的麻醉醫師、麻醉護理師其實也都在她的側身，那麻醉護理師也會不斷的一直去詢問她，這時候的感受怎麼樣？那有些媽媽可能會對麻醉藥有一些嘔吐啊或不舒服的狀況，其實她隨時都可以很清醒的跟我們去做一下反應。哇，但是是真的不會感覺到痛。這個就是半身麻醉很神奇。好神奇哦！光用想的就知道很不可思議。古早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係亞健對人生來講非常重要的事情啊，當然也唔係媽媽自家嘅志業，也係幾乎客人愛向下來參加的。古時候接下來嘅內容，我同大家來討論哦。幾乎客人啲嘅照顧一下媽媽嘅時間，有千多嘅注意嘅素材，比如講千早流傳下來有當到照顧媽媽嘅方式，可能聽聽時代在進步哦，可能我有些些嘅調整然後改變，錯冇？從上下我哋你照顧媽媽的時間有到張腳體的媽媽都來講，籌備張腳體，你下做啲舌頭拿毛毛其實我哋會來講，唔怕啦你下啲吹風機啊，模組啲房間底部度全部有暖氣
該洗好頭拿毛，夾到了出澡就好嘞。出澡出澡哈，來趕快吹乾哈。那濕的衣服盡快換掉，那其實就好。而且在有暖氣設備的空間之下，其實媽媽比較不會有着涼的狀況。頭擺咗唔得洗頭，係因為驚會寒到。從日前來講，拿小水洗頭拿毛，可能冇按。真麻煩，我去小頭呀，這樣有小水，水可能會冷天，媽媽就寒到。不過你還唔怕，你還水龍頭一開哈，然後瓦斯馬上就有熱水，那熱水媽媽趕快完成洗澡，洗頭洗澡之後，吹風機趕快吹乾，其實就好。可能在過去吹風機也不是那麼的方便，對。所以媽媽在使用這上面的時候，因為不方便的關係，所以變成她洗澡的時間會延長啊，然後又沒辦法得到足夠的保暖，所以就容易有感冒的狀況。所以不能洗頭，係因為驚會寒到，唔過呀哈，只要避免會寒到呀件事情，其實係做得洗頭嘅。錯。韓國咩有人講，姜體啊，水到面床當個啊，做唔得停痛啊，咩做唔得按用輕墊啊，不可以彎腰啊，做唔得不能彎曲膝蓋啊，我有按用嘅講法。其實因為按講啦吼，媽媽在生完產之後，其實子宮需要復舊，它需要復舊，因為畢竟在懷孕10個月裡面，她的子宮有寶寶，提供寶寶這麼好的環境，那不論是剖腹產也好，或自然產也好，其實生產之後呢，我們要讓子宮慢慢恢復到它應有的大小，好，所以我們這個叫做子宮復舊的一個過程。那在子宮復舊的過程裡面呢，媽媽身體不要負重，才可以讓子宮得到一個好的休息的環境。所以在以前的婆婆媽媽的一些觀感裡面，他們就覺得，媽媽如果能夠長期多一點休息時間，那是最好的。那再來，其實因為過去可能是屬於一個勞動的社會，就是很多媽媽其實她在懷孕的過程中都還很辛苦，還要從事一些勞動，所以很多的媽媽們，媽媽的媽媽就會覺得，我女兒好不容易生產了，我們就多多休息，對。其實不論是任何的方式，他們的出發點其實都是在愛這個產婦。對，沒錯。啊，不過其實可以適度的，如果身體 OK 的話，適度下床是 OK 的。對，適度的運動，然後適度的做一些產後的一些復原的運動，其實對媽媽跟寶寶來講，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狀況。對，還有因為亞伯會當寒嘛，大家就會煮雞酒，煮雞酒唔但像寒的時節，而是姜體生意呢，咩動家會媽媽會陪媽媽食雞酒，對不對？因為以前來講，食到肉，可能它冇按簡單。不過你睇大家的營養來講，食到肉，食到蛋白質的補充，其實比較容易，也很方便。所以其實你說喝雞酒，其實很多雞酒的過程只是讓它得到一個驅寒，因為酒精可以驅寒。但是其實以現在的觀念來講的話，酒精的話最好是在產後2週才去做使用。那6禮拜過後，6禮拜過後，迄個愛食雞酒然後酒煮它透掉誒，煮它透掉，揮發掉，揮發掉。那其實也不用說喝到雞酒，除非媽媽有比較喜歡這個。那其實一般的雞湯、魚湯。那其實最好的水分補充就是溫開水，就都是水，適量就可以了，不用雞酒當水喝，對，適量就可以了，適量就好。對，也係啲照顧媽媽的部分有一點有傳統的迷思。那在媽媽的這個哺乳上面也會有一些迷思，其實我也是覺得百思不得其解。比如說什麼，有脹奶，差不多有奶，沒有脹奶就沒有奶這件事情。其實，哺乳是媽媽的哺乳是一個天性，那其實脹奶其實只是媽媽在哺乳之後的一個反應，那其實奶量的多少啊，不是取決於女性的胸部有多少，其實都不是，奶量的多少是取決於寶寶的吸吮，每一次的吸吮是不是都成功。如果寶寶的吸吮，它的吸吮頻繁度是夠的，而且每一次都有完整的成功的吸吮，媽媽的乳汁就會去配合寶寶的需求量去產生。好神奇哦！對，這是一個很自然、懂吃眼的事情。自然的一個循環的環境，寶寶需要多少奶奶，媽媽自然的就會產生多少的母奶給他。對，韓國人沒有談過什麼母奶6個月過後就冇愛飲用那件事情。其實也是應該是這樣講。6個月以後的寶寶，他所需要攝取的營養成分可能
不是只僅限於母奶哦，可以吃副食品。對，它其實6個月開始是可以增加副食品的時候了，所以其實不單是母奶的問題。如果今天是使用配方奶的寶寶，其實在6個月之後，它的營養需求可能不會這麼的單一，只有在乳源的部分，不會只有在母奶或配方奶，可能很大部分它開始要嘗試，可能會有一些米精、麥精啊等等，或者是米湯水啊等等，它的營養成分可能要比較多元，所以一般在6個月開始會有這樣的迷思，其實是因為搭配寶寶6個月以後必須添加副食品，但其實沒有。對，媽媽的奶水並不會因為時間變久就比較沒有營養，還是 Q 用懂營養，還是 Q 用還清甜眼呢，寶寶做的是嘞，對。然後還有說什麼寶寶嘔力度，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看過很多寶寶，也有幫寶寶換過尿布，給打開了就全部就會嘔力度會情形，像哥不是寶寶全部都會嘔力度嗎？然後就是說什麼是不是媽媽吃的某天孔啊，所以害寶寶嘔力度啊？如得入上海會講媽媽黑食道重量的東西嘿，寶寶會嘔力度，其實唔係吼，沒有吼，母奶認為佢好消化，吼，佢比配方奶好消化，吼，母奶是落去時間吼，佢清潔消化，吼，沒很好吸收，所以寶寶吃進去之後呢，它幾乎沒有渣渣。它不像配方奶，配方奶可能稍微的一些纖維會比配方奶來講要，比母奶來講要比較消化程度時間也會比較久，對，就會嘔出成型的大便，對，比較成型。兩者的差別在這一邊，所以這個也是迷思嘛，就某按用的事情。對，所以一般，而且以配方奶的寶寶來講，它的大便的次數。以母奶的寶寶來講，他的大便次數一天可能每2到3個小時就會一次大便，對，而且便的話都會像剛剛阿 Q 妹講的，它全部水嘿，因為它其實是好吸收然後消化的成果而已。原來係安尼，我知道基本上雖然我係蠻強過，不過對我來講，要真正做得好多東西，漢白我同其他媽媽我就有話好講的。漢白迄個我有喺講生意，也咩係我親好伊咧好些經驗。故說，今日嘅節目當中就會整理嘅，本規婦家人好習安樣辦照顧媽媽，韓國生人，韓國一個傳統的迷思，然後以打破。今日什麼嘉文督導就在過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謝謝。咩什麼電視機條件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休下來做運動哦。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術聽站，韓國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聽站聽嘅韓國亞樣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